絲和來絲都是花樣男子，老師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，來絲只喜愛讀書，偏偏他倆早見晚見，每日着住同樣純白襯衣，羅曼史開場於相鄰的桌椅，不過二人不敢放肆，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茫然是答駁，只有一面退開，暗裏很享受，卻怕講出來，兩眼即使移開轉開，心裏面也知這是愛。男子和男子怎能親密如此？老師難面對，卻跟他勾過手指，來絲偏偏那樣似。終於一次他過去四目對望，然後除下襯衣，迷惑中的老師此時先自知，一向沒當這好手足女子，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純情何時會讓這悲劇揭開？他真的很意外，想起相識以來，一起溫書逛街聽歌看海。日也親昵如情侶，底牌中揭開，為何還害怕？若覺得這樣愛，神在計算他又是誰可否愛？同人哪個接受這種愛？明明絕配犯眾憎，便放開。你還是我朋友。我從來都沒这节咱们一起。终于在一起了。我妈妈跟我说过，25岁之前不能谈恋爱。这是组队，不是谈恋爱。不，组队不就是谈恋爱吗？